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蔡总统马去互换面哦。这个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来证实，讲总统蔡英文马互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换面去盗你的本案影片，讲这恐惊会造成着国安的危机，因为国家的元首或者是高官，若去互换面制造冲突。 引发着战争，安尼就未收山，所以立委是要求这个相关的单位要提出着积极的作为。啊，面对着中国可能会用武力来对付台湾，陈明通讲，若无突发性的事件，伊认为伫蔡总统的任期内拢未有代志。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总统被换脸的？ 就是他公布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万安小玉涉嫌利用人工智慧换面的技术，甲名人头像变做本鸦片。代志显光了后，公安局证实总统蔡英文马洪换面，恐惊造成国安危机。最严重到宣战的话，可能会变成国与国的国安危机。也因此，我们要求陈明通部长、陈明通局长1个月内找相关的单位去做制定 SOP。这些假讯息的散布，或者是经过变造的讯息的散布呢，能够有所这个管制啊。立委要求公安局等等相关单位1个月内针对本案制定完整的 SOP， 即马两方的关系真紧张。不过陈明通请民众安乐，蔡总统任期内拢未发生战争。如果没有坎提金里面，基本上没有事了。这未来1年、2年、3年，蔡总统任期，我认为都没有事。两岸立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高，但是面对中国这种灰色地带的这样做法。 或者这种所谓不障碍区域这边的施压，这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。擦枪走火就是偶发事件，所以陈明通是有说这个但书的。面对陈明通的讲法，那立委态度拢真保留，就看蔡政府安怎个出招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。